真是从容易。你还按你个太子做副手，儿子做亲干，而你父亲却是为道之意，丧尽天良。你讲，而你到底是成功，也还是派个野爱嘞？兄弟，你放心，无论样办，我姨妈按你个钱滚肉啊！我要请机会，留佢生命真相，唔好帮佢亲属来判衙娘啊！父亲，你哋讲乜解？佢係那個親友，上生意咩講？娘親已經死了，今天為何又會出現一個親友？好，佢本嘅為父就坦白對你講，20年前你身染重病，是有錢來救人嘅命。我夫妻貧窮，無奈之下，賣妻賣子幫佢陳萬山，而我嘅夫妻幫人拆散，俺都只愛疲憊分開呀！母子3人，阿陽講，我還有一個阿哥還在人世，佢記係阿哥。我想你嘅阿妹，我嘅子啊！父亲，娘亲，爱堂见，你哋讲爱吃素认罪，难道承认我嘅事，这是老你哋有关系吗？冇錯，承認愛，就因為看到愛，讓人嘅娘親見面，一時嘅輸氣，我老佢兩人口角，佢出所打愛，阿爸喜結公心，就來實屬殺死他咯。佢為何放民族嘅聲音，佢係同見開講講咧？係啊！係我用三槍死得了北京，北京認罪呀！嘅父親，我做了夢兒，你可要加害王美雲啊！父親按樣做，全部咪係為到你呀！父親你，王美雲對你冇幫助，想也有意。將千金匹配本兒，為到故兒無限的前程，我只好留佢出體。父親，你為何會這樣做？真是太糊塗了！已經攞到公堂，你愛為此而如何判愛
啊！文儿，你看，看样来讲，我两傻，现日嘅前生也爱，任何人你就攀得，就是做唔得攀我两傻，因为了所有嘅一切，全部就会因为你。你讲一了切了，你那样去啊，总是我一样黑，小孩呀一样。味道我一样给呀，一条命啊，恩爱不弃两分哪里呀？来恩爱不弃呀，爱美两分离呀，但云雾太瓦深啊。内地呀，地呀，问你情。乃为此啊，来山呀苦啊，乃就爱怀孕啊，俩就是天啊。父母啊，心啊，就是你那谁那，做得重新过来过，为此你上刀山也是老有我，可怜天下的父母心。爱微薄，爱给子啊你，甘愿一错再错啊！一该呀来，一个爱跳痛心乱难解开，身为严灵，却不能乱来。
的亲生父母，为你做的这有暗道，了所有的一切，全部就因为你来发生。难道你的心肝暗恨，恨自己我来叛逆的野娘吗？父亲，他是讲俺做在现在，俺当你的同事，我爱俺的命，挽回你一家已经破落啊！总的，你用犯错的安不好，你想我叛逆的野娘，你总得枉费我的头一生日，为你打拼。为你的痛苦，你总得负责你一生人的前程，你千万总得盼我里头，我总得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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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凤仪，永熙。你看，你的旨意文意，是万般的无奈，万般的为难。我看到轻判的，那么你来认罪好么？总的，千万总得认罪。你还认罪，就会将了事情借我过天下人地。将来你嘅文章，免治爱病来为，文艺嘅赶途咧，莫会化为乌有。一切嘅事情，我会打算，你相信我呀。
在。叔叔，将两年糕老皮糕带上来。遵命。兵太人朝骗干啥，并冇看到犯人呢。哼，太人啊，你唔是假的啦！以外来看啊，犯人输了太人的保护，早就演奏告废咧。今日公堂之上，爱判案之前，我先说明，所有人犯窥采公堂，是亏万岁所赐的官袍，为是亏我国文义啊！我身为强仆严令，地道为百姓伸言，但是今日为查办他人过错之前，我先自判，我国文义蒙非万岁宠爱，犯了3条太岁啊！第一，我不管公堂之上，耳目交交，对我的用情无理，为他下跪，犯了不孝之罪啊！第二，我身为父母官，不该莫查明此案，就辱骂我的亲太嫂，此为不义。第三，万岁封我为官，我应该公明正态，不该糊涂判案，是为不忠。此案摆在眼前，我却不能助查，像我等不忠、不孝、不义之人，有何颜面见天下众生？只有一息下垂。太人不可啊！不要主动来！太人且慢。文叔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所有的事情，我已经全知了。你是？我是陈文忠，我打造回转参加，我向母亲请安，发现母亲那个三分那么人，这个后发言，作后我有一封书信，信中说明一切。原来你已经知了。也是，记得让我写给一封引催书，上面写有“别海王美人，还有杀害陈延爱的警告”。引催书，夏天，俺没睡了。你也没睡，太人，你就速速走拿鬼用心答案。太人，请你听我讲，两位老人家，既无愿意本意判记到，也无愿意将那神圣的秘密讲出来，你还是好好做我的国文义，我还是做我的陈文忠，你就一生人友好送亲也一拜拜。你就遵照给老人家的意愿呐。意愿？难道我头下唔係講咩？我回轉親家，向母親請安。發現
母亲来个三分男的人，这个后花园么？佢就系父亲咯。记得福土，双双此情。